我们所在的是卧龙中华大熊猫院神树坪基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呢，就是2019年出生的熊猫宝宝，它们最大的呀只有1岁多，小的呢还只有几个月大。这个时候的熊猫宝宝呢是最活泼好动的时候，所以说它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叫做熊猫幼儿园。好可爱！这水好家伙！小宝快过来！这位呢是神树坪熊猫基地的讲解员小金。小金，我们看到那边的熊猫宝宝，它们大概有多大了呢？这个幼儿园区的熊猫呢，它的年龄基本上都在1岁左右，最大的也是在1岁左右，最小的呢也是8到10个月左右。开始吃的时候还是咱们的母乳，半岁的时候呢就会给它断奶。它们1岁左右的时候呢，牙齿一亮就是开始，用乳牙换成了恒牙，芦笋它是它们最喜欢的。小金跟我讲，这些熊猫它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它是棕色的，然后现在呢慢慢的也变成了白色和黑色，但是身上还是会有一些棕色的毛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洗澡很脏，是因为天生就是这样的。那有没有游客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呢？泰国的一个阿姨，她每年她都会就是专门坐飞机过来到咱们这个基地去看那只曾经在泰国居住的那只熊猫林彬，她就会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整个时间都会去看那一只熊猫，然后就这样坚持1个月。 The people of Thailand watched on television when Lin Ping was born. I will try to tell you,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n Lin Ping was born, we had television broadcast covering his life, her life, 24 hours a day. 在神树坪基地的另一侧，穿过巴朗山隧道，就是被称为东方阿尔卑斯的四姑娘山。这里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52座，还有绵延不绝的高山草甸。它将风筒寨和卧龙2个自然保护区连接起来，让野生大熊猫自由地穿行其中。四姑娘山有3条沟：双桥沟、长坪沟和海子沟。海子沟可以骑马看雪山，双桥沟里则有地道的藏式早餐，打一碗正宗的酥油茶，亲手揉一个烤馍馍，配上当地取之不尽的野生菌菇，欢醒一天满满的能量。山下的日龙镇则是休闲玩耍的好地方，日暮降临，伴着优美的歌声与好友小酌，爬山的困倦一扫而空。从卧龙的山谷到四姑娘山的群峰，这里是熊猫的王国，也是隐藏于世间的乐土。接下来我将沿着熊猫之路继续向前，探寻一座熊猫之城。那个时候他发现了一只豹子，四姑娘山发现了豹子。等会儿我就要去四姑娘山。听他们说这个树莓呢是可以吃的，味道呢酸酸的，和草莓的味道很像，只是个头比较小，就叫它迷你草莓吧。